Hello，學日文閃成嘅字得情日動詞變化好似打紐袋㗎嘛？今日我哋就嚟啦，要拆節一個真係好多人都記得好頭痛，但係呢，一旦你學識咗，你嘅日文功力就會即刻 level up 嘅一個超級慣用成態，冇錯就係 taking。你是唔是都有呢種感覺啊？個 taking 好似一日贏咁，用法有多到記唔晒，結果就成日都唔確定。咦，而家呢個情況究竟係乜意思呢？唉，冇新出嘅啦，我同你講，你絕對唔係一個人，差唔多個個學日文嘅朋友仔都會喺呢度卡關，所以今日我哋就一齊下定決心，將佢徹底搞定佢。OK， 咁我哋就先嚟個 warm up， 溫故知新一下，我哋會好快咁樣 review 翻幾個 taking 最基本嘅用法，即係你哋可能已經學過嗰啲，當時打翻個領底先啦。好，第一個最常見嘅用法就係善制進行式，我相信大家對呢個一定唔陌生啦。其實就好似我哋英文學嘅 ing 咁，個 formula 都好簡單，就係將個動詞變做 taking，然後喺後面加唔地或者佢氣啲講就係 imas， 咁樣一組合埋就係話俾人知有個動作而家做緊噶啦。我哋睇個例句啊，例如私はテレビを見ている，意思就係我而家睇緊電視。好簡單，舉例人個見て就係嚟自動詞見る嘅taking，認識係咪好直接呢？呢個用法我相信大家都 OK 嘅。等陣先，佢冇公式，媽苗同頭先嗰個一模一樣嘅，冇錯，你冇推錯，呢個就係 taking 最蠱惑、最容易令人 confuse 嘅地方啦。同樣係 taking 加而亂，佢除咗可以話個動作正行緊之外，仲可以用嚟形容一個持續嘅狀態。好，重點嚟啦，你哋要記住呢個狀態呢，通常係由一個已經做完嘅動作所帶嚟嘅結果。好，我哋睇個例子就明噶啦。知らない人が玄関の前に立っている，呢句嘅意思係有個唔識嘅人企咗喺門口。你諗下，佢唔係正在企身嗰個 action， 佢係已經完成咗企呢個動作，而家係處於一個企咗喺度嘅 state， 明白個分別咩？一個係 action in progress， 一個係 a state that is continuing， 咁樣是咪清楚好多啦OK， 第三個資bản用法係呢一個好實用，就係用嚟問人嘢，請求佢開嘢。個公式就係動詞聽引加冇 ides。當你想問人，喂，我可唔可以做樣嘢啊？用呢一個就最啱啦。例如啦，你好想同朋友去街，要問準媽咪，你就可以講：友達個渋谷に行ってもいいですか？媽咪，我可唔可以同朋友去蛇舉啊？係咪好實用呢？呢句嘢喺日常生活真係成日都會用得着，一定要記實句啊！嚟到第四個更正用法，呢個又係超級實用，就係用嚟講為咗某個目的，我預先做定啲準備功夫。公式係動詞taking再加個おく。同大家講個小 tips，呢個用法有個好得意嘅 short form， 喺口語入面，日本人好中意將聽おく直接講成toku，係咪即刻覺得地道咗好多呢？我哋睇過情景啦。このお客さんが來るので部屋をきれいにしておきます。意思就係因為弟弟個客就嚟啦，所以我預先摺乾淨間房先。你睇呢個きれいにしておきます，就係為咗應對客人嚟呢樣事而預先做好摺乾淨間房呢個準備功夫。好，最後一個正正用法啦，就係用嚟表達，不如試下做一樣嘢，睇下會有咩反應，咩結果。公式係動詞 take 加 mirror。提一提大家，呢個 mirror 雖然漢字寫咗 mirror，但喺呢個句式裏面同你用眼睇嘢係完全冇關係噶，純粹係表達 try a try 嘗試嘅意思。例如，私は駅まで歩いてみる，意思係我試下行路去車站睇下點樣先。你將佢同我哋頭先講過句子蹦蹦歩いていく，即係我會行去車站，比較下係咪即刻 feel 到嗰種唔係好肯定，純粹係試下啦嘅語氣呢？你睇，只係一個小改變，整個 feeling 就完全唔同晒。OK，基本功溫完，時候嚟真相啦，起落嚟啦喂！
跟住落嚟，我哋要學幾個 advanced 啲嘅用法。我保證你學識咗之後，你講日文會即刻聽起上嚟 pro 好多，地道好多。呢個用法真係好濕透，但係你一旦 get 到，就會好有成功感。take 同埋 take 睇落好似樣，但意思是完全相反個。個 keyword 是咩呢？就是方向，而且那個方向是以講話嘅人做中心點。take 就是指個動作離開井裏，由近到遠，或者由而教回到將來。take 就剛剛調翻轉，是個動作航艦過來你那邊，由遠到近，或者由過去發生到而家。好，我哋先睇 take 嘅例子。私は駅まで歩いていく，意思就係我會行路去切車。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多個歩いていく就包含咗一個由我而家呢個位行過去切車嗰種離開我嘅方向感。咁take くる又點呢？睇例句，うちの客はいつもお土産を持ってくる。意思係爹哋啲客人呢，成日都會帶手信嚟㗎。你睇呢度個持ってくる就強調咗份手信係由出面帶過你我邊，有一個走向我嘅方向感。咁樣一比較，係咪清楚晒個分別喺邊個呢？哇咁快，我哋就已經睇晒提講幾個最重要嘅用法啦。而家呢，就係學識嘅時候，將今日識過嘅所有嘢一次過串聯翻埋一齊。你睇下個踢踢學係咪真係疑似好似一把瑞士磚刀咁呢？只是一個成態就可以變出咁多唔同嘅意思，由最基本嘅陣肯性、狀態到許可，再到我哋今日學嘅進查用法，好似方向、準備同埋嘗試。只要你掌握到呢幾樣，我咁講，你嘅人品表達能力肯定係會大一戰嘅。好啦，今日學咗咁多嘢，你哋又覺得邊個用法最得意，或者最想即刻拎嚟試下造句呢？記住啊，學語言最緊要就係要夠膽用，唔好怕錯。快啲喺下邊留言啦，用你今日學識嘅任何一個 take 嘅用法做飯句，同我分享下你學到啲咩啦。我好期待睇到大家嘅句子噶。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